我衷心感謝夏主任專程嚟到香港，就香港對接國家15規劃同埋推動北都建設進行考察調研，給予指導同埋寶貴意見，包括第一，佢好支持同埋認同簡約公屋嘅作用，佢肯定特區政府以創新簡約公屋破解急切居住難題嘅決心同埋作為。第二，佢讚賞特區政府充分用好位於河套區嘅中央援港應急醫院。第三，佢認同古洞北新發展區嘅規劃設計同埋建設，為整個社區嘅綜合發展提供咗完整嘅配套設施，讓市民有更好嘅生活同埋發展空間。第四，佢指出北部都會區係香港發展嘅重點同埋重要新引擎，支持我提出以產業、科技、大學城同埋宜居、宜業、宜遊作為北都嘅4個建設目標。第五，夏主任認同我提出將大學城發展為大學城區，涵蓋教育、人才、科技、產業同埋城市發展5個元素融合起嚟，共同配合發展。第六點，佢係聽取咗特區政府有關制定香港首個5年規劃嘅工作彙報。佢指出5年規劃應該係一個方向性、策略性、可操作性嘅指導文件，指明香港未來5年嘅發展方向。夏主任喺總結考察調研時候，給予4個肯定。第一，肯定特區政府編製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嘅決心同埋推進工作。第二係肯定特區政府喺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嘅努力。第三，肯定香港嘅經濟發展，以及第四，肯定特區政府喺科技創新方面嘅建設。對於夏主任呢一次考察調研，我有4點啟發。第一，全力以赴做好第一個5年規劃嘅編製工作。第二，進一步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。第三，以大學城區作為發展大學城嘅方針。大學城區嘅空間規劃，除咗政府早前規劃嘅100公頃校園空間，更加應該擴大至包含科技空間、產業空間同埋城市空間嘅融合佈局，達至1000公頃或者以上嘅總體大學城區規劃，發揮更大匯聚人才嘅作用。第四，進一步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建設。特區政府會繼續拼經濟、促發展、增進市民嘅福祉，以此為施政目標。